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在新浪直播间呢，会跟大家见面哦。这一男镜出道超过30年，已经是2个孩子妈的他，无论是身材还是外貌都维持得超级好。你可知他今年已53岁了，看起来是不是超冻龄，完全不输年轻一辈的女明星呢？儿子跟我讲过一句话，说你们现在听的排行榜上最红的人，都是我们听红的。伊能静时常在微博和粉丝分享生活大小事，近期就有网友问他平时都用哪种自拍滤镜修脸，他不藏私，大方回应：我通常用的是固定款，修嘴角就上图了，并公开修图前、修图后的对比照。这网友称赞无滤镜的她一点法令纹都没有，看起来也就30岁左右的姐姐啊。伊能静也说，女人如果想要保持好状态，运动真的很重要。她也不否认自己有进医美修脸。我最常做的应该就是热玛吉了。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带了一个什么东西嘛，然后就在上面垫一下这样子。这个部位呢，大家常涂那个抗皱眼霜，其实抗皱眼霜没什么用啊，因为皱纹主要是在这个眼睛的下方，然后所以主要上面呢是要擦紧实力眼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恩利，是 Darespace 艺创社的创始人，也是 Dares 娃娃和 TNE 中性彩妆的创始人兼主理人。很高兴可以在微博和大家见面。我现在就读于 NYU Tisch 的导演专业，拍片、绘画、音乐、时尚等等，其实有很多，很难用一句话去形容。其实从几年就有开始玩乐器，我会弹钢琴、吉他，然后也会尝试自己写歌，也不断的在音乐这方面探索。我自己的一些词曲创作的作品也将在8月底跟大家见面，也是我打磨了比较久的一些作品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今天你们听到的很多歌都是我的儿子恩利写的，刚刚的 Star Map 也是他的在14、15岁的时候的作品。我也想说，儿子，你是妈妈的骄傲。我觉得绘画是一种可以输出自己想法的艺术形式吧。觉得它可以代替我去表达很多东西。比如说这次的 Dares 娃娃，其实就是在讲述不完美即是完美的一个观点。之前我看到妈妈每个妹妹的娃娃都是身材姣好、金发碧眼的漂亮娃娃，我就在想，如果到了青春期，大家就会发觉这个完美的 Barbie，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。可能会有人去说你的腿要长，你的腰要细，还要求你们要说话有礼貌，要听话。总觉得社会一直在要求人们达到一个遥不可及的完美，所以我想创造一个不完美即是完美的娃娃。日常我就其实蛮喜欢搭配的吧，我觉得服装是就是穿载在人体上的艺术，所以我喜欢就是每天走出去见人的时候，在外面的时候都会可以体现出一个不同的自己，所以我对服装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爱好，然后也是对服装设计很有兴趣。在完成电影学业的同时，我也想要继续探索对服装设计这个专业的爱好，也希望自己可以设计服装。
今后也会在微博里更新我的 OOTD Outfit of the Day， 分享我的穿搭还有日常。係啊。